大家好，我是宇凡老师，开卡后。今天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棒的舞蹈，叫做《Country》啊，代表就是我们客家要走出去。这首舞蹈呢，相当的有力度，也相当的有挑战性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起来学好它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看分解动作怎么做吧。让我们来看第一段的分解动作。首先，前面的前4个8拍的动作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接下来后面4个8拍的动作是往前走。如果不会抖肩的朋友，可以不要抖肩；会的朋友呢，可以挑战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主旋律的第2 part 的时候呢，有点动作不一样，那我们还是做前面4个8拍给大家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的4个8拍一样是往前的动作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吹電樹的搖痛，愛將一隻搖破陽風，帶人血脈中嘅衝動，情愛生命中最正嘅夢，插頭聽天無面霜，複雜天天的愛系統，愛目測含在心中，一刻開始愛做一家嘅英雄。接下来学习第2段慢板的动作，它里面都是跟划船有关系的动作，有慢的深蹲跟快的深蹲，大家可以学习好它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回慢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快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 and 2 and 3 and 4、5 and 6 and 7 and 8，表示这边呢要做得很快，所以是1 and 2 and 3 and 4、5 and 6 and 7 and 8，会比较快一點。那大家可以好好的挑戰一下你的速度。從辦法行到使命太透明，從遊樂亭行到西門町，從鐵蛋糕行到天涯下戲，從松扎司機行到叻扎司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1首歌曲的第3段副歌的最开始的8个8拍的动作，让我们来学习它吧。是划桨的动作，往前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5、2、3、4、5、
5、6、7、8、6、2、3、4，转圈7、8、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下面的4个8拍动作，让我们继续学习它，往前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再一次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最后4个8拍的动作呢，是跟拉弓箭有关系的，双手往斜上，一样成手掌的姿势就可以了。预备，Go！ 1、2、3，侧面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退后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是间奏的部分，学拍手的节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重复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样的节奏总共连续做7次，但重点是在最后的 pose 一定要记得 ，hang 出去，走出去的意思，作为 ending pose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首歌所有的分解动作，来跟大家分享。行出去，太步行出去，茶香一节一节，装点年年加肥。行出去，太步行出去，人生嘅風景。勝過太風流太易，行出去，太步行出去，雙眼嘅樣子，連連掠下流過去，行出去，太步行出去，心中嘅感痛掠下愛愛衝。本迷地，風吹電樹的搖痛，愛將一隻搖破，讓風帶人血脈中嘅衝動，情愛生命中最正嘅夢，插頭聽見無名聲。複雜天天的愛系統，愛目測含在心中，立刻開始愛做一個嘅英雄，從辦法行到使命太透明。從遊樂廳行到西門町，從鐵蛋糕行到天涯下戲，從松扎司機行到叻扎司機，行出去，太步行出去，茶香一節一節。裝點年年加肥，行出去，太步行出去，人生嘅風景勝過太風流太易，行出去，太步行出去。
所以个样子，连连俩下老过去，行出去，太不行出去，心中的感痛，俩下爱爱错本迷地。行出去，太不行出去，茶香一节一节，总点连连加肥。行出去，太不行出去，人生的风景胜过太风老太远。行出去。太不行出去，所以个样子，连连俩下老过去，行出去，太不行出去，心中的感痛，俩下爱爱错。吹电树的摇痛，爱将一只摇破。